太平区公所甲勤益科技大学联手来规划着文化活动，邀请太平国小的学生到古农社去访问。现场阁有布袋戏甲古早的囡仔佚佗物啊，小朋友耍甲真欢喜。 今仔日如同讲啊，比看倒一队的速度上紧。太平区公所结合勤益科技大学，即天规划一场文化活动，邀请太平国小的囡仔拜访古早的农村，体验囡仔时代的趣味。让我们小朋友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古时候文化的特色。 公所表示，讲即马二世代囡仔生活中拢是电子产品，真少有机会去体验阿公阿嬷迄个囡仔时代伫耍的物件。即摆文化活动现场阁有布袋戏，或者囡仔耍甲真欢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